你知道嗎？喺香港有一群人，每一步都比我哋更艱難。大家好，我係賈生，我而家77歲，我係一個 PAH 嘅患者。我呢2023年8月份嗰陣時呢，我就得咗 Covid， 好咗之後呢，就覺得呼吸都有啲問題。咁啊，到咗2024年3月尾又得咗 Covid， 嗰次得咗呢，冇關呢，就覺得呼吸好辛苦開始。嗰陣時有三種藥，一啲一啲加上去嘅。第一種食完，即係食咗，即係好似冇乜大嘅進展，咁咪食第二隻，再食第三隻，都唔係咁好。嗰陣時有幾個問題咧，即係稍微喐動多少少就好辛苦嘅，講嘢講得多都好辛苦。即係2024年1月，賈生出得嚟嘅時候咧，就佢係要長期用住啲氧氣嘅，咁同埋同佢傾偈就唔可以話講一個好完整嘅句子。即係講就好氣促。我哋呢度嚟講就傳統嘅藥物全部都用晒嘅，就用完一隻冇效，用第二隻係有少少功效，但係呢個功效嚟講完全唔足以，我覺得係滿意嘅。肺動脈高壓簡稱 PAH， 喺香港每10萬人中約有3.7名患者被診斷，即大約有200到300名患者。PAH 嘅成因可分為原發性、遺傳性同埋繼發性。原發性原因不明，遺傳性主要係基因突變，而繼發性可能因藥物或其他疾病導致。大約15%至20%嘅患者係遺傳性。PAH 嘅症狀包括呼吸困難、疲勞、胸痛、暈厥、咳嗽、腳腫、運動唔耐受，對患者嘅生活模式同生活品質帶嚟嚴峻挑戰。可惜嘅係，現時醫學界未有完全根治肺動脈高壓嘅方法，患者主要透過藥物及改善日常生活習慣嚟舒緩症狀。一眾 PAH 患者都希望有更好嘅治療方案。喺舊年嘅3月咧，就美國嘅 FDA 咧就新批准咗一隻新嘅藥，功效係一啲改變嗰個血管裏邊嘅內皮，令到裏邊嗰個細胞個新陳代謝咧有一個重新一個平衡。咁自從嗰個藥之後咧，講嘢啊、食嘢啊都好到好多。以前嗰個腳有水腫，而家基本上都冇。我哋都希望政府當局咧係能夠為呢一班病人提供更加廣闊嘅呢個嘅醫療支援、藥物資助，係從而令到佢哋可以重拾健康，活過精彩人生嘅。